有个夜店能让爷嗨一下了。姑娘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还穿成这样？你叫谁呢？谁是姑娘？老子纯爷们儿。你就别瞒我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去，那什么脑残古装戏简直就是毁人。这女扮男一眼就能被认出来，那女扮男扮了10级的也真是够拼的。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抓人来了？哼，抓什么人？老子来消费的，懂吗？消费？消费就是花钱，这钱你是赚还是不赚？我懂得啦，您有特殊癖好。癖好不癖好的你就别管了，只要妞水灵，钱也有的是。公子，您里边请。